佛說大乘無量壽，莊嚴清淨平等覺經。菩薩戒弟子下蓮居會集覺譯。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。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。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。開經偈：無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萬劫難遭遇。我今見聞得受持，願解如來真實義。高歎佛德第27。佛語阿難彼國菩薩，成佛威神於一時頃，復往十方無邊淨剎，供養諸佛，法向幢幡供養之具，應念即至，皆現手中，珍妙殊特，非世所有，以奉諸佛及菩薩眾，其所散花，即於空中，合為一花，花皆向下，端圓周匝，化成花蓋，百千光色，色色異香，香氣普熏，蓋之小者，滿十由旬，如是轉倍，乃至遍覆3000大千世界。隨其前後以此花末，若不更以新花重散，前所散花終不復落。於虛空中共奏天樂，以微妙音高歎佛德。經須臾間，還其本國，都悉集會七寶講堂。無量壽佛則為廣宣大教，演唱妙法，莫不歡喜，深解得道。即時香風吹七寶樹，出五音聲，無量妙花隨風四散，自然供養。如是不絕，一切諸天皆製百千花香，萬種伎樂，供養彼佛及諸菩薩聲聞之眾，前後往來，喜而快樂。此皆無量壽佛本願嘉威，及親供養如來。善根相續，無缺減故；善修習故；善攝取故；善成就故。大士神光第28。佛告阿難：彼佛國中諸菩薩眾，悉皆動事，徹聽八方上下去來現在之事。諸天人民以及鷹飛魚動之類，心意時惡，口所欲言，何時度脫得度往生，皆如知之。又彼佛剎諸聲聞眾，身光一尋，菩薩光明照百有循。有二菩薩最尊第一，威神光明，普照3000大千世界。阿難白佛：彼二菩薩其號云何？佛言：一名觀世音，一名大勢至。此二菩薩於娑婆界修菩薩行，往生彼國，尚在阿彌陀佛左右，復至十方無量佛所，隨心則度，現居此界，足大利樂。世間善男子善女人，若有急難恐怖，但自歸命觀世音菩薩，無不得解脫者。願力宏深第29。復次阿難，彼佛剎中所有現在未來一切菩薩，皆當究竟一生補處，為除大願入生死界，為度群生作獅子吼，還大甲胄，以宏誓功德而自莊嚴。雖生五濁惡世，善同彼，直至成佛，不受惡趣。生生之處，常悉宿命。無量壽佛意欲度脫十方世界諸眾生類，皆使往生其國，悉令得泥換道。作菩薩者，令悉作佛，既作佛已，轉相教授，轉相度脫。如是輾轉不可復計。十方世界聲聞菩薩諸眾生類，生彼佛國，得泥換道，當作佛者，不可勝數。彼佛國中尚餘一法，
不為增多，所以這可猶如大海為水中王，諸水流行都入海中，是大海水寧為增減。北方上下佛國無數，阿彌陀國長久廣大，名好快樂，最為獨勝。本期為菩薩時，求道所緣如得所至，無量壽佛恩德布施北方上下，無窮無極，心大無量，不可勝言。菩薩修持第30，復次阿難，彼佛剎中一切菩薩禪定智慧神通威德，無不圓滿。諸佛密藏究竟明了，調伏諸根，身心柔軟，深入正慧，無復餘習。依佛所行，七覺聖道，修行五眼，照真達俗。肉眼簡雜，天眼通達，法眼清淨，慧眼見真，佛眼具足，覺了法性，辯才總持，自在無礙。善解世間無邊方便，所言成諦，深入意味，度諸有情，演說正法，無相無違，無縛無脫，無諸分別，遠離顛倒，於所受用，皆無竊取。遍有佛剎，無愛無厭，亦無希求不希求想，亦無彼我違願之想。何以故？彼諸菩薩於一切眾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，捨離一切執着，成就無量功德，以無礙慧解法如如，善知習滅，音聲方便，不因世語，樂在正論，知一切法，悉皆空寂，生身煩惱，而如俱盡，於三界中平等勤修，究竟一成，至於彼岸，決斷疑妄，證無所得，以方便智，增長了知，從本以來安住神通，得一成道，不由他誤。真實功德第31，其智宏深，譬如巨海，菩提高廣，如日須彌，自身威光，超於日月，其心潔白，猶如雪山，忍辱如地，一切平等，清淨如水，洗諸塵垢，熾盛如火，燒煩惱身，不着如風，無諸障礙，法印類真，各微各故，乳甘露法，潤眾生故，曠若虛空，大慈等故，如淨蓮花，離染污故，如泥俱樹，福音大故，如金剛杵，破邪執故，如鐵圍山，眾魔外道不能動故，其心正直，善巧決定，論法無厭，求法不倦，戒若琉璃，內外明潔，其所言說，令眾悅服，擊法鼓，見法藏，耀慧日，破癡暗，純淨溫和，直定明察，為大導師，調伏自他，引導群生，捨諸愛着，永離三垢，遊戲神通，因緣願力，出生善根，摧伏一切魔君，尊重奉事諸佛，為世明燈，最勝福田，殊勝吉祥，堪受供養，黑亦歡喜，勇猛無畏，身色相好，功德辯才，具足莊嚴，無如等者，常為諸佛所共稱讚。究竟菩薩諸波羅蜜，如上安住，不生不滅諸三摩地，行遍道場，遠而成境。阿難，我今略說彼極樂界所生菩薩真實功德，悉皆如是。若廣說者，8000萬劫不能窮盡。受樂無極第32，佛告彌勒菩薩：諸天人等，無量壽國聲聞菩薩，
功德智慧不可稱說，尤其國土美妙安樂，清淨若此，何不力為善？練道之自然，出入供養，觀經行道，喜樂搞雜，才猛智慧，心不中會，意無懈事，外欲遲緩，內毒洗急，融融虛空，悉得其中，終表相應，自然嚴整，檢面端直，身心潔淨，無有愛貪，自然安定，無增缺減，構道和正，不誤傾斜，隨境若令，不敢初跌，若依聖脈，陷為道無，況無他念，無有憂思，自然無畏，虛空無立，淡安無欲，作得善願，盡心求索，含哀慈憫，禮儀都合，包羅表裏，果道解脫，自然保守，真真潔白，自然無上，靜定安樂，一旦開達明徹，自然中自然上，自然之有根本，自然光色參會，轉變最勝，不單成七寶，橫覽勝萬物，光精明區出，善好殊無比，主意無上下，洞達無邊際，而覺勤精進，努力自求之，必得超絕去，往生無量清淨阿彌陀佛國，橫截於五趣，惡道自閉塞，無極之聖道，而往而無人，其國不亦為，自然所牽隨，捐智若虛空，勤行求道德，可得極長生，受樂無有極，何為作世事，鬧鬧憂無常。勸喻策進第33，世人共爭不急之無，於此劇惡極苦之中，勤身應無，以自給濟，尊卑貧富，少長男女，累年積累，唯心走史，無田休田，無宅休宅，眷屬財物有無同憂，有一少一，私欲齊等，色少具有，猶憂非常，水火盜賊，連家債主，焚漂劫奪，消散磨滅，心慳義故，無能眾捨，命中棄捐，莫須隨者，貧富同然，憂苦萬端，世間人民，父子兄弟，夫婦親屬，當相敬愛，無相爭執，有無相通，無得貪惜，言色相和，莫相為累，或是心爭，有所為怒，後世轉劇，只成大怨，世間之事，更相患害，雖不臨時，應急上破，人在愛欲之中，獨生獨死，獨去獨來，苦樂自當，無有代者，善惡變化，追逐所生，道路不同，會見無期，何不要強健事，努力修善，欲何待苦？世人善惡自不能見，吉凶禍福，經覺作之，身如神暗，轉受如教，顛倒相續，無上根本，無明抵突，不信經法，心無遠慮，各欲快意，迷於瞋恚，貪於財色，終不休止，哀哉可傷！先人不善，不識道德，無有愚者，殊無怪也。死生之趣，是惡之道，都不知信，為無有事，更相沾視，且自見之，或父哭子，或子哭父，兄弟夫婦更相哭泣，一死一生，迭相顧戀，恩愛結夥，無有解事，思想因好，不離情欲，不能深思熟計，
專精行道，年壽算盡，無可奈何。或道者眾，誤道者少。各壞殺毒，惡氣冥冥。唯妄輕視，違逆天地，自以最極。頓奪其壽，下入惡道，無有出期。若曹當屬師計，遠離眾惡，擇其善者，勤而行之。愛欲榮華，不可常保，皆當別離。無可樂者，當勤精進，生安樂國。智慧明達，功德殊勝，勿得隨心所欲，虧負經戒，在人後也。心得開明第34。彌勒白言：佛語教誡，甚深甚善，皆蒙慈恩，解脫憂苦。佛為法王，尊超群聖，光明徹照，洞達無極，普為一切天人之師。今得值佛，復聞無量壽聲，未得歡喜，心得開明。佛告彌勒：敬於佛者，是為大善。實當念佛，截斷狐疑，拔諸愛欲，度眾惡緣，猶布三界，無所掛礙。開示正道，度未度者。若曹當知十方人民，永劫以來，輾轉五道，憂苦不絕。生死苦痛，老亦苦痛，病極苦痛，死極苦痛。惡臭不淨，無可樂者。意志決斷，洗除心垢，言行忠信，表裏相應。人能自度，轉相請濟，至心求願，積累善本，須一世精進勤苦，雖已艱易，後生無量壽國，快樂無極，永拔生死之本，無復苦惱之患，壽千萬劫，自在隨意。意覺精進，求心所願，無得而悔，自為過咎。生彼邊地七寶城中，於五百歲受諸厄也。彌勒白言：受佛命誨，專精修學，如教奉行，不敢有異。續世樂苦第35。佛告彌勒：汝等能於此世端心正義，不為眾惡，甚為大德。所以者可，十方世界善多惡少，如何開化？為此五惡世間最為劇苦。我今於此作佛，教化群生，令捨五惡，去五痛，離五燒，同化其意，令持五善，獲其福德。何等為五？其一者，世間諸眾生類，欲為眾惡，強者服藥，轉相克賊，殘害殺傷，跌傷吞啖，不知為善，後受殃罰。故有窮乞、孤獨、聾盲、瘖啞、痴惡、妄狂，皆因前世不信道德，不肯為善。其有尊貴豪富、賢明長者、智勇才達，皆由宿世慈孝修善積德所致。世間有此目前現世，壽終之後入其幽冥，轉生受身，改形易道。故有泥犁、禽獸、鳶飛蠕動之屬。譬如世法老獄，劇苦極刑，魂神明精，隨序隨向，所受壽命或長或短，雙重共生，更相報償。若惡未盡，終不得利，輾轉其中，累劫難出，難得解脫，痛不可言。天地之間自然有事，雖不即是報應，善惡回當歸之。其二者，世間人民不信法道，奢淫驕縱，淫心自治，居上不明，在位不正，陷人冤枉，損害忠良，心口各異，機危多端，轉避中外，更相欺誑。
親為如此，欲治口己，欲貪多有，利害勝負，結憤成仇，抱家亡身，不顧前後，富有慳惜，不肯施爾，外保貪重，心勞辛苦，業事之境無一隨者，是惡禍福，追名所生，或在樂處，或入苦毒，又或見善增謗，不思務及，常懷妒心，希望他利，用自供給，消散浮取，神明乞色，終入惡道，自有三途無量苦惱，輾轉其中，累劫難出，痛不可言。其三者，世間人民相因寄生，壽命幾何，不良之人身心不正，常懷邪惡，常念淫疾，煩滿胸中，邪態外溢，廢損家財，是為非法，所當求者而不肯為，又或交結聚會，興兵相伐，攻劫殺戮，強奪逼脅，歸給妻子，極身作樂，眾共憎厭，患而苦之，如是之惡，著於人鬼，神明忌色，自入三途，無量苦惱，輾轉其中，累劫難出，痛不可言。其四者，世間人民不念修善，兩舌惡口，妄言綺語，憎嫉善人，敗壞賢明，不孝父母，輕慢師長，朋友無信，難得誠實，尊貴自大，為己有道，橫行威勢，侵夷於人，欲人畏敬，不自慚懼，難可降化，常懷驕慢，賴其前世福德應護，今世為惡，福德盡滅，壽命終盡，諸惡擾歸，由其命籍記在神明，央救牽引，無從捨離，但得前行，入於火鑊，身心摧碎，神形苦極，當施之時，恢復何及？其五者，世間人民徙於懈怠，不肯作善，自身修業，父母教誨，為累反逆，譬如怨家，不遇無子，父因為義，無有報償，放之又散，單走是美，老戶抵突，不識人情，無義無禮，不可間曉，六親眷屬，知用有無，不能憂念，不為父母之恩，不傳師友之義，意念身口，陳無一善，不順諸佛經法，不順生死善惡，欲害真人，鬥亂僧眾，愚癡蒙昧，自為智慧，不知生所從來，死所去向，不仁不順，希望長生，慈心教誨而不肯順，苦口耳語無益其人，心中閉塞意不開解，大明將終，悔攰交至，不如修善，臨時乃悔，悔之於後，將何及乎？天地之間五道分明，善惡報應，禍福相承，生自當知，無遂代者。善人行善，從樂欲樂，從名入名；惡人行惡，從苦入苦，從名入名。誰能知者？獨佛知矣。教汝開示，信行者少，生死不休，惡道不絕。如是世人難可具盡，故有自然三途，無量苦惱輾轉其中，世世累劫，無有出期，難得解脫，痛不可言。如是五惡，五痛五燒，譬如大火焚燒人身，若能置於其中一心制意，端身正念，言行相符，所作至誠，獨作諸善，不為眾惡，身獨度脫，獲其福德，獲得長壽涅槃之道，是為五大善也。重重悔免第36，不高彌勒，
吾與汝等，如是五惡五吐五燒，輾轉相生，敢有犯此，當歷惡趣。或其今世先被病殃，死生不得，時眾見之；或已受眾入三惡道，受痛好毒，自相招燃，共其冤家，更相殺傷。從小未起，成大困劇，皆由貪着財食，不肯思維，過欲自快，無復曲直，痴欲所逼，口己爭利，富貴榮華，當時快意，不能忍辱，不務修善，威勢無己，隨意磨滅，天道施彰，自然久舉，頃頃種種，當入其中。古今有時，同哉可商。汝等得佛經語，熟思為之，各自端守，終身不怠，尊聖敬善，仁慈博愛，當求度世，突斷生死眾惡之本，當離三途憂怖苦痛之道。若操作善，云何第一？當自端心，當自端身，耳目口鼻皆當自端，身心正潔，以善相應，勿隨私欲，不犯諸惡，言色當和，身行當尊，動作瞻視，安定隨位，作事倉促，敗悔在後，為之不逮，忘其功夫。如貧得寶第37。汝等廣積德本，勿犯道禁，忍辱精進，慈心專一，齋戒清淨，一日一夜，勝在無量壽國，為善百歲。所以者何？彼佛國土，皆積德眾善，無毫發之惡。於此修善10日10夜，成於他方諸佛國中，為善千歲。所以者何？他方佛國，福德自然，無造惡之地，為此世間善少惡多，飲苦食毒，未嘗寧息。吾哀汝等，苦心悔遇，授汝經法，悉持師之，悉奉行之，尊卑男女眷屬朋友，轉相教諭，自相約檢，和順義理，歡樂慈孝，所作逾犯，則自悔過，去惡就善，朝聞夕改，奉持經戒，以貧得寶，改往修來，洗心易行，自然感降。所願捷得，佛所行處，各一優罪，你不蒙化。天下和順，日月清明，風雨已時，災難不起。國風民安，兵戈無用，崇德興仁，無修禮讓，國務盜賊，無有冤枉，強不凌弱，各得其所。吾哀汝等，甚依父母念子，我於此世作佛，以善攻惡，拔生死之苦，令獲五德，升無為之安。五般例換，經道漸滅，人民淺偽，化為眾惡。五燒五痛，久後轉劇，汝等轉相教誡，如佛經法，無得犯也。彌勒菩薩合掌白言：世人惡苦，如是如是。佛皆慈哀，悉度脫之，受佛重悔，不敢違失。禮佛言光第38。佛告阿難：若曹欲見無量清淨平等國，及諸菩薩、阿羅漢等所居國土，應起西向，當日沒處，恭敬頂禮，稱念南無阿彌陀佛。阿難即從座起，面西合掌，頂禮白言：我今願見極樂世界阿彌陀佛，供養奉事，種諸善根。頂禮之間，忽見阿彌陀佛，容顏廣大，色相端嚴，如黃金山，
高出一切諸世界上，又問十方世界諸佛如來，稱揚讚歎阿彌陀佛種種功德無礙無斷。阿難白言：彼佛淨剎得未曾有，我亦願樂生於彼土。世尊告言：其中生者已曾親近無量諸佛，藉眾德本與欲生彼，應當一心歸依瞻仰。作是與是，阿彌陀佛即於掌中放無量光，普照一切諸佛世界。是諸佛國悉皆明現，遙處一尋。以阿彌陀佛殊勝光明極清淨故，於此世界所有黑山、雪山、金剛、鐵圍大小諸山、江河、叢林、天人宮殿，一切境界無不照見。譬如日出，明照世間，乃至泥犁、溪谷、幽冥之處，悉大開闢，皆同一色，猶如劫水迷滿世界，其中萬物沉沒不現，仿仰浩瀚，唯見大水。彼佛光明亦復如是。聲聞菩薩一切光明，悉皆隱蔽，唯見佛光明耀顯赫。此會四眾天龍八部，人非人等，皆見極樂世界種種莊嚴。阿彌陀佛於彼高座，威德巍巍，相好光明。聲聞菩薩圍繞恭敬，譬如須彌山王出於海面，明現照耀，清淨平靜，無有雜穢及異形類。為是眾寶莊嚴，聖言共住。阿難及諸菩薩眾等，皆大歡喜，踴躍作禮，以頭着地，稱念南無阿彌陀三藐三佛陀。諸天人民以至鳶飛魚動，導師光者，所有疾苦莫不休至，一切憂惱莫不解脫，悉皆慈心作善，歡喜快樂，鐘磬琴瑟箜篌樂器骨鼓自然皆作五音。諸佛國中諸天人民，各持花香來於虛空，散作供養。以是極樂世界，過於西方8000俱胝，那由他國，以佛威力如對目前，如淨天眼觀一尋地，比見此土亦復如是。悉導娑婆世界悉皆如來及比丘眾圍繞說法。次是述見第39。以是佛告阿難及次是菩薩：如見極樂世界宮殿樓閣，泉池林樹具足微妙清淨莊嚴否？如見欲界諸天常至色究竟天，以諸香花遍佛剎否？阿難對曰：謂現已見。汝聞阿彌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眾生否？阿難對曰：謂現已聞。佛言：如見彼國淨行之眾，遊處虛空，宮殿隨身，無所障礙，遍至十方，供養諸佛否？及見彼等念佛相續否？復有眾鳥住虛空界，出種種音，皆是化作，如悉見否？此是白現，如佛所說，一一皆見。佛告彌勒：彼國人民有胎生者，汝復見否？彌勒白言：世尊，我見極樂世界人住胎者，如夜摩天，處於宮殿；又見眾生於蓮花內蹶跏趺坐，自然化生。何因緣故？彼國人民有胎生者，有化生者。邊地二乘第40。佛告此事：若有眾生以疑惑心修諸功德，願生彼國，不了佛智，不思議智，不可稱智，大乘廣智，無等無論最上聖智。於此諸智疑惑不信，又信罪福，收集善本，
緣生其國。復有眾生積集善根，希求佛智普遍智無等智，威德廣大不思議智，於住善根不能生信，故以往生清淨佛國，意志猶豫無所專據，現有續念不絕，結其善緣為本，續得往生。是諸人等以此因緣雖生彼國，不能前至無量壽所，導至佛國界邊，七寶城中。佛不使已，身行所作，心自趣向，亦有保持蓮花，自然受身，飲食快樂，都離天。於其城中不能得出，所居舍宅在地，不能隨意高大。於元8歲，尚不見佛，不聞經法，不見菩薩聲聞聖眾，其人智慧不明，知經復少，心不開解而不歡樂，是故於彼為之胎生。若有眾生明信佛智，乃至聖智，念趣疑惑，信己善根，作諸功德，至心回向，皆於七寶花中自然化生，跏趺而坐，須臾之頃，身相光明，智慧功德，如諸菩薩具足成就。彌勒當知，彼化生者智慧勝故，其胎生者500歲中不見三寶，不知菩薩法式，不得收集功德，無因奉事無量壽佛。當知此人宿世之時，無有智慧或所知。或盡見佛第41。譬如轉輪聖王有7寶玉，王子得罪，禁閉其中，陳樓椅墊，寶像金床，南窗塔座，妙色奇珍，飲食衣服如轉輪王，而以金鎖繫其兩足。諸小王子寧樂此否？此時白言，佛也世尊。比丘執事，心不自在，但以種種方便欲求出離，求諸近臣，終不從心。論望歡喜，方得解脫。佛告彌勒：此諸眾生亦復如是。若有墮於二悔，希求佛智之廣大智，於住善根不能生信，又聞佛名起信心故，雖生彼國，於蓮花中不得出現。彼處花胎猶如圓圓宮殿之上。何以故？彼中清淨無知穢惡，然於500歲中不見三寶，不得供養奉事諸佛，遠離一切殊勝善根，以此為苦，不生因拗。若此眾生悉其罪本，心自悔責，求離彼處，往昔世中過失盡已，然後乃出，即得往詣無量壽所，聽聞經法，久久亦當開解歡喜，亦得遍供無數無量諸佛，修諸功德。於阿逸多當知疑惑，於諸菩薩為大損害，為失大利，是故應當明信諸佛無上智慧。此時白言：云何此計一類眾生，雖亦修善而不求生？佛告此事：此等眾生智慧未淺，分別西方，不及天界，是以非樂，不求生彼。此時白言：此等眾生虛妄分別，不求佛剎，何免輪迴？佛言：彼等所種善根，不能離相，不求佛慧，心着世樂人間福報，雖復修福，求人天國得報之時，一切豐足，而未能出三界獄中。假使父母、妻子、男女眷屬欲相救免，邪見業王未能捨離，常處輪迴而不自在。汝見如痴之人，不種善根，但以世智聰辯，增益邪心，云何出離生死大難？復有眾生雖種善根，作大福田，取相分別，情執深重，求出輪迴，
終不能得。若以無上智慧即中得本，身心清淨，遠離分別，求生淨剎，趣佛菩提，當生佛剎，永得解脫。菩薩往生第42。彌勒菩薩白佛言：今此娑婆世界及諸佛剎不退菩薩當生極樂國者，其數幾可？佛告彌勒：於此世界有720億菩薩，已曾供養無數諸佛，即中得本，當生彼國。諸小行菩薩收集功德，當往生者不可稱計。不但我剎諸菩薩等往生彼國，他方佛土亦復如是。從遠照佛剎，有18輩子，乃有他菩薩摩訶薩生彼國土。東北方寶藏佛剎，有90億得具菩薩當生彼國。從無量音佛剎、光明佛剎、龍天佛剎、勝力佛剎、獅子佛剎、利塵佛剎、得手佛剎、人王佛剎、花藏佛剎，不退菩薩當往生者，或數18億，或數百千億，乃至萬億。其第12佛名無上花，彼有無數諸菩薩眾，皆不退轉，智慧勇猛，已曾供養無量諸佛，具大精進，發趣一乘，於7日中，即能攝取8000億劫大士所修堅固之法。斯等菩薩皆當往生。其第13佛名若無畏，彼有790億大菩薩眾，諸小菩薩及比丘等不可稱計，皆當往生。十方世界諸佛名號及菩薩眾當往生者，但說其名窮劫不盡。非是小乘第43。佛告此時，如觀彼諸菩薩摩訶薩，善獲利益。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得聞阿彌陀佛名號，能生一念喜愛之心，皈依瞻禮，如說修行，當知此人為得大利，當獲如上所說功德，心無下劣，亦不貢高，成就善根，悉皆增上。當知此人非是小乘，於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。是故告汝天人世間阿修羅等，應當愛樂修習，生希有心，於此經中生道思想，欲令無量眾生宿疾安住得不退轉，及欲見彼廣大莊嚴攝受殊勝佛剎圓滿功德者，當起精進，聽此法門，為求法故，不生退屈淺隘之心，熾入大火，不應而悔。何以故？彼無量億諸菩薩等，皆悉求此微妙法門，尊重聽聞，不生違背。都有菩薩欲聞此經而不能得，是故汝等應求此法。受菩提記第44。若於來世乃至正法滅世，當有眾生植諸善本，已曾供養無量諸佛，由彼如來加威力故，能得如是廣大法門，攝取受持，當獲廣大一切智智，於彼法中廣大勝解，獲大歡喜，廣為他說。上樂修行，諸善男子及善女人，能於是法。若已求現求當求者，皆獲善利。汝等應當安住無疑，種諸善本，應常收集，使無疑滯，不入一切種類珍寶成就牢獄。阿逸多，如是等類大威德者，能生佛法廣大圓滿。由於此法不聽聞故，有1億菩薩退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若有眾生於此經典書寫、供養、受持、讀誦，
如歲月頃為他演說，勸靈聽聞，不生憂惱，乃至晝夜思惟比察及佛功德，於無上道終不退轉。彼人臨終，假使3000大千世界滿中大火，亦能超過生彼國土。是人以尋藉過去佛受菩提記，一切如來同所稱讚。是故應當專心信受，持誦說行。獨留此經第45，吾今為諸眾生說此經法，令見無量壽佛及其國土一切所有，所當為者，皆可求之。無得以我滅度之後復生疑惑，當來之世經道滅盡，我以慈悲哀憫，特留此經，只住8歲。其有眾生直思經者，隨意所願，皆可得到。如來興世，難值難見，諸佛經道難得難聞。如善知識，聞佛能行，此亦為難。若聞是經，須押受持，難中之難，無過此難。若有眾生得聞佛聲，慈心清淨，踴躍歡喜，依無為喜或類出者，皆有前世曾作佛道，故非凡人。若聞佛號，心中護意，於佛經語都無所信，皆從惡道中來，宿殃未盡，未當度脫，故心護意，不信向矣。勤修堅持第46。佛告彌勒：諸佛如來無上之法，實力無畏，無礙無着，甚深之法，及波羅蜜等菩薩之法，非已可喻。能說法人亦難開示，堅固深信，是亦難遭。我今與你宣說，如是廣大微妙法門，一切諸佛之所稱讚，付囑汝等作大守護，為諸有情長夜利益，莫令眾生淪墮五趣，備受危苦。應勤修行，隨順我教，當效於佛，常念施恩，當令是法久住不滅，當堅持之，無得違失，無得遺忘，增減經法，常念不絕，則得度節。我法如是作而隨說，如來所行亦應隨行。眾修福善，求生淨剎，復為此文第47。以是世尊如說頌曰：若不往昔修福慧，於此正法不能聞。已曾供養諸如來，則能歡喜信此時。莫叫懈怠及邪見，難信如來微妙法。譬如盲人行處暗，不能開導於他路，唯曾於佛跡中善，救世之行方能修。聞已受持及書寫，讀誦讚演並供養，如是一心求淨方，決定往生極樂國。假使大火滿3000，成佛威德悉能超。如來心廣智慧海，為佛與佛乃能知。聲聞億劫施佛智，盡其神力莫能測。如來功德佛自知，唯有世尊能開示。人生難得佛難值，信慧聞法難中難。若諸有情當作佛，行超普賢登彼岸。是故博聞諸智士，應信我教如實現。如是妙法行聽聞，應常念佛而生喜。受持廣度生死流，佛說此人真善友。聞經獲益第48。以是世尊說此經法，天人世間有12000那由他億眾生，遠離塵垢，得法眼淨；20億眾生得阿那含果，
6800比丘，諸漏愚盡，心得解脫。40億菩薩於無上菩提住不退轉，以宏誓功德而自莊嚴。25億眾生得不退忍，4萬億那由他8千眾生於無上菩提未曾發意，今此初發，種諸善根，緣生極樂，見阿彌陀佛。戒當往生比如來土，各於二方，此地成佛，同名妙音如來。復有十方佛剎，若現在生及未來生，見阿彌陀佛者，各有8萬俱胝，那由他人得受記法忍，成無上菩提。彼諸有情，皆是阿彌陀佛宿願因緣，俱得往生極樂世界。以是3000大千世界，各種震動，並現種種稀有神變，放大光明，普照十方。復有諸天於虛空中作妙音樂，出隨喜聲，乃至色界諸天悉皆得聞，他未曾有。無量妙花紛紛而降，尊者阿難、彌勒菩薩及諸菩薩、聲聞、天龍八部，一切大眾聞佛所說，皆大歡喜，信受奉行。願以此功德，莊嚴佛淨土，上報四重恩，下濟三途苦。若有見聞者，悉發菩提心，盡此一報身，同生極樂國。